所以人若点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胆拢变成新的。各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国好，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国好的即份互咱，就是上帝点伫基督，互世间甲伊国好，好将因的罪过归伫因，也将国好的道理交托阮。请咱三个来吟圣诗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请坐，请咱三到后头来祈祷。历史的主宰，全能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2025年21世纪已经过1/4，伫37年前，顶世纪的1988年，人门教会创立少年的张宣信牧师。但阮要伫遮为着你，为人门属下出好的牧者，为张牧师全家几十年来水的服侍，阮好乐感谢你。阮伫遮嘛要举行牧师退休感恩的实白会。教会有退休，总是牧师无退休。恳求主会当赏赐张牧师，祝福伫伊未来道路有身体，继续为上帝的国征战，会当嘛继续关心伊的羊群。恳求上帝继续嘛带领阮人门教会，会当实践咱今仔日的主题，承先启后，荣耀再现。伫
伫牧师退休以后，教会游园会当继续进步。我嘛求主怜悯，今年开始世界的情势、台湾的纷扰，我知影只有我靠福音，互万人会当归向你，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平安。求主看顾，伫阮伫主内时时刻刻，无管世间的混乱，阮有真正的平安。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因咧吟的诗歌是荣耀的日光。
因多谢圣歌队真水的服侍。咱三脚来读圣经，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1章16节到18节。约翰福音第1章16节，因为对伊的充满，咱拢有所受，就恩典续接恩典。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恩典甲真理是对耶稣基督才有。袂捌有人看见上帝，只有伫爸心怀中独生的囝表明伊。以下讲道，咱今仔日是张牧师最后一摆用主任牧师的身份伫咱遮讲道吼，伊要讲的题目是恩典续接恩典。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做伙同心，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也赏赐阮这个活命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用恩典续接恩典，赏赐予阮的上帝。愿献上阮满心的感谢，愿你悦纳阮的敬拜，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用这张图，我想咱大家可能捌看到吼。伊甲这个“恩”这个字，甲伊分做2部分，因为有你，心存感激因为有你，这个感恩的心爱有一个对象因为有你我满心感谢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大家做伙伫遮来敬拜，也为着过去的年日得到侪人的疼痛。真正心存感恩。我想我伫1月吼，副团嘅聚会时阵吼，我捌问副团嘅问一个问题啦吼，感恩的心，你想是咱生出来就有，还是后天学到的？是后天学习的吗？还是讲？我个人的答案啦吼，我想这个是大家人可能看法拢无共。我个人的答案是讲，感谢的心实际上是后天慢慢培养提醒的。因为咱出世的时阵，咱知影婴仔拢是自我中心，实际上咱到即阵嘛是拢用自我做中心。所以婴仔因若靠大的人甲照顾，逐项用自我做中心。所以我会记阮细汉的时阵，囡仔拢爱甲伊讲。人若摕物件，你来讲安那，谢谢。人若安那，你来讲安那，谢谢。一直讲，一直讲，培养，然后后来，迄个感恩的心才会慢慢培养出来。所以感觉，这个思想必须要受提醒。所以咱看诗篇真侪诗人拢一直讲，我的心你唔通袂记你耶和华的恩惠，就是一直要提醒家己，咱所领受到的恩典。绝对唔通袂记，所以恩有足侪只个你值得感谢父母生育养育，有人救命之恩，有人伫咱困难的时阵援助，有人甲咱教育、鼓励、扶持、传承，嘛有时咱得失人，伊大人大量甲咱赦免，所以这恩有非常无共款真侪种的恩典，咱都爱去纪念。所以但的俗语真好，伊讲食人一斤，嘛着行人4两吼。提醒咱就是讲，虽然人对咱的恩情真大，你嘛爱尽办法，你无法度人一斤行人，无你嘛行人4两，爱尽力来表示迄个感谢。过一句话讲，食人一口，行人一斗。意思就讲无共你爱加倍的回报。你若得到恩典的时，你爱想尽办法来加倍回报。所以常常有感谢的心，我想这个是伫咱圣经也讲，这是上帝伫主耶稣基督对咱的旨意。若会有感谢的心放在心内。然后佫有实际行动，迄个是佫较水的一个表现。所以感恩的心是讲，迄个行动会带来迄个善的循环。所以咱伫日本
地动的时阵，咱对因会帮赞，因会感谢的心，伫咱欠这口罩的时阵，因就伫迄个所在有善的循环。我咧准备讲道的时阵，忽然间一个问题，我感觉家己毋是真清楚。你若看中文的圣经叫做恩上加恩啦吼，即马足侪翻译中文的翻译拢用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到底什么意思？是恩典的加倍，还是无共款的恩典？原典个煞接无共款的恩典。迄天我看报纸讲，毋知倒一个农会啊，啥物咧抽奖讲2年拢共一个人得到第一得奖，你敢看咧新闻？迄叫做恩上加恩嘛。好，同样的恩典加倍给你，以好运乘以2，安尼。总是我个人较熟伫，若伫圣经内底吼，咱今日旧版的大汉圣经讲，上帝的恩典充满，咱会通去领受到，就恩典煞接恩典，不是同样的恩典的加倍，而是不同恩典一项恩典煞接这样恩典，煞接这样恩典。所以你若看英语讲 grace upon grace。伫即个恩典的观点，阁有另外一种无共款的恩典。今仔日咱就做伙来算上帝这个恩典。恩的定义，人甲人中间，咱对父母感恩，对帮助咱的老师，佮提拔咱的，咱拢有感恩。伊叫做人甲人中间互相的帮助。有时迄个感恩也是一种的感觉啦，吼，就是咱对人。对咱有恩的人，咱对因迄种一种的心情，我毋知要安怎回报，逐个人对阮遮尔好，也是对事对物，所以对象有包括，我嘛足感谢，今仔日咱天气遮寒，我身体健康，我会通来即个所在，上帝赏赐我五官，通好欣赏即个遮尔好，所以对着我今日所拥有的，上帝所赏赐的，咱对别人的。感恩夫妇中间真好的关系，甲囝儿亲子的关系真好，我真感谢。对大自然、对科技，今仔日发达，虽然后摆咱定定较无法度通定定见面，总是咱通一个这科技，咱真感谢今仔科技，互咱遮尔发达，毋但会通听到声，嘛会通看到人。咱会感谢讲，我咧进行的代志拢真顺利。我感谢自由。民主的这个社会来经过，提摩太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啊真清楚，讲凡事感谢。当然感谢咱拢会知影，所以凡事就较歹做会到。凡事是好事歹事，破病啦、着癌啦、拄着死实，伊讲你拢爱感谢。这个就是一种信仰的操练。虽然咱真无爱拄着这个代志。咱是会感谢袂落去，所以基督徒相信伫人生的奥妙的过程的中间，我即马无明白为什么会拄着这，总是将来上帝你显明，互我知影，伫即个我无爱拄着的代志观点，我犹原爱感谢。这个是咱信仰的学习的一个课程。所以恩典，恩甲恩典的定义，佫无啥共。罗马书。保罗讲，做工的得到工钱，伊就付遮侪劳力，你互伊这工钱，这无算恩典啊，这是伊应得的。所以维基我去看讲恩典，咱咧讲恩甲恩典，好像有一点差别。所以维基百科伊对恩典的解说讲，伫基督教的神学内底，恩典是上帝施予恩典的对象。是迄个创造互咱活命的上帝，这个上帝是自发性的，互人的一个礼物，就是慷慨、白白、不设条件，出乎你意料之外，也是你甲我拢不配得的。这是恩典，这个维基百科有安尼写。所以你若看原文的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恩典的恩惠之外，希腊文嘛是。是上帝是施予的对象，伊互不配得到这种的
这种稳定会你甲我一个无条件的接纳，一个救赎的行动，嘛是一个疼的下面。所以我想今仔日咱稳定煞接稳定，最后一届提醒咱，无袂记你上帝恩，咱来算伊互咱什么款的稳定。伫真侪宗教内底，要得到伊所敬拜对象的接纳，基督教是只有靠稳定，毋是讲我积功德。所以有所书，即个圣经咱也真实，伊讲咱得救是出伫稳定，毋是讲你学历偌悬，毋是讲你做偌侪善事、积偌侪功德，是上帝赏赐。人的行为，你搁较好，都无值得来领受即种的稳定。所以，即个是谢礼物。只有你今仔日会通成做上帝囝儿，会通领受这个稳定，完全是施恩的上帝，是咱不配得的。所以我用两个部分来甲咱看，到底咱得到的什么稳定？就是咱第一用一个是用诗歌，Amazing Grace 这条歌咱大家拢真熟，大概咱真侪机会，特别伫整个世界，讲一年差不多几亿摆有人咧唱这条歌。伫什么款的场合？伫总统上任啦，伫壮士啦，伫什么款的定定会唱伊？这条歌已经流行250年久啊。当然，伊的作家作曲者就是John Newton，咱也知影伊大概伊会过去。伊家己本身的经验，伫圣神的感动下面，互伊写落即个奇异恩典。即个稳定是遮尔amazing，我无法度通去想象的。我竟然像我遮尔歹的人，竟然也会通有份伫上帝稳定内底，会通受伊的接纳甲伊的疼，这是伊想袂到的。所以咱知影伊的过去大概就是伊的老母是真早就互伊伫7岁以前真好的基督教教育，甚至毋望伊将来做牧师，所以伊到40几岁、50岁才做牧师。这老母真不幸，就是伫7岁的时阵就过身。到30年后，伊才成做圣公会的牧师。后来伊的对路是甲伊的老爸行船，伫迄个时代也咧买卖劳力中间，伊做真侪，后来伊感觉非常毋好的这个代志。到一届破病的时阵，伊有去想到伊老母对伊的祈祷。伊到1807年过身伊咧写的即个家己写的墓志铭伫咧墓馆顶家己刻的，有时甲保罗真共咧。伊讲某人，我是牧师，总是我以前是做一个犯罪、毋信上帝的人。我做罪恶的奴隶，总是耶稣基督丰盛的怜悯，伊保守也赦免，甚至互我即个未坎得的人有权柄来宣扬上帝稳定的福音。即个是John Newton伊的即个Amazing Grace。伫伊的歌词内底，咱大家安尼唱，你毋知有捌小可甲伊看讲，即中间都有几个稳定吼。所以我用华语的圣经甲英语安尼来讲，伊讲即个稳定是遮尔甘甜。本来有罪恶、死亡甲伊捆绑，今仔日我竟然会通罪得到赦免。即个是何等大的稳定我互上帝找到倒来。做上帝囝儿，所以这第一个稳定是罪得到赦免。咱每一人伫上帝面前，事实上拢袂当称作是义人，咱拢是一个无完全，定定会骄傲，定定会怨妒，定定会受气。总是我罪得到赦免，伫主耶稣基督来互主找到倒来，这个是第一个稳定。第二讲，我都还未敢若接受尔，就马上领受到即个稳定。毋是讲你讲要接受耶稣基督，你毋着爱表现好，
表现2年了，我才甲你接受。伊讲毋是咧，我初信的时阵，我认罪接纳耶稣基督了后，我就马上得到恩典，我的心得到足大的安慰。我毋免一直靠讲要做功德来赢得上帝的接纳，甲迄个上帝对我的疼痛。所以我定然敢若因信认罪来接纳，就互上帝称作义。这个是何等互我得到安慰的。第三个稳定讲，伫你的人生中间经过侪侪危险，特别是咧行船，也有侪侪有险试炼，我今仔日会通安然来经过。今仔日咱伫人生的路站到即阵，我相信你嘛甲John Newton同款，有经过侪侪的试炼、危险等等，总是伫无形中有得到上帝保守。因带，互我继续天的祖家来跑走，这是第三个稳定。第四个稳定，伊想着讲，我将来，当我年老的时阵，咱这肉体渐渐的衰残，咱头先咧唱台语就讲着这。当有一天我身体甲灵魂爱分开的时阵，我是要去到甲遐圣徒三甲徛起，伫上帝国度内底。无够年老，无够病痛，无够哀伤，熬叫死亡，伫上帝面前会通领受即种的疼痛，永远活命的稳定。我足望早一天到迄天，到迄个时阵，到迄个情景。所以即个是John Newton伫即个伊的诗歌内底有算到遮个稳定。咱过来看。伫圣经内底，嘛有遮个稳定伫遐。伊有说一章讲耶稣基督伊的名是应该得到学乐。上帝捌伫基督赏赐咱各种天呢，属伫灵、属伫神的福气。我无用伊有说1章第3节，你若倒转去看，伊有说第1章，你会通慢慢甲算，什么是？属灵的福气会通做一个功课。你等于算看卖，伫遐保罗写真侪，咱得到属灵的福气。咱今日用其他的方式来看这样。第一个就是因为基督对罪得到赦，下面拢是圣经甲咱讲的话语。伊有说第2章讲，本来咱甲上帝是隔离，咱对咱的过失、咱的罪过，实上是。将来永远沉沦的，总是伊互咱甲基督三甲各活，这个是稳定，毋是你的好所行。所以段15章讲，咱对主耶稣基督阮得救，对罪甲死的中间来得到救。当这个行出咧约翰的老爸天使，甲伊报讲将来伊丽莎白特别。怀孕生一个囝，即个囡仔要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的时阵，有介绍，过来迄个弥赛亚，迄个耶稣基督是要互伊的百姓对得到赦罪来知影上帝对咱有拯救的恩。即个是天使对即个弥赛亚的预言，拯救的恩是通过耶稣基督对咱。赎罪，互咱会罪得到赦免。当为着伊的稳定，咱白白称做义。不管你家己对家己自我形象偌好，还是偌歹，伫上帝面前拢无关系。咱是白白得到称做义，因为咱是靠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替咱负罪代价来赎回咱的。所以第一个是对基督，咱罪得到赦免的稳定；第二个就是上帝稳定遮尔大，总是无逐个人拢接受啊。传福音传遐久，抑佫足侪人无法度人接纳，哪有遐尼好康的？哪有干那信就会通做上帝囝儿？我嘛爱做一寡，我嘛爱去点光明光明灯啦，我爱做啥物代志？若是圣经甲咱讲，伊救咱来用
绳会吊咱，用圣神，毋是照你的行做，是照上帝奥妙的旨意。为什么伫你人生的中间有一个时段，你出世伫基督教的家庭第2代、第3代，你毋是你第1代，毋过三好有人拄好甲你讲到即个，这个奥妙的事，咱实在毋知。咱咧传福音的时阵，咱有人甲即个讲，伊会接受；甲迄个讲，伊无一定会接受。即个咱拢毋知影到底即个奥妙是甚物款。所以，即个上帝奥妙竞选咱做伊的囝儿，即个恩典是咱爱来算的。所以伊讲。罗马书11节嘛，现今也安尼也有所留，是照恩典竞选，是上帝用伊的恩典来竞选你做伊的囝儿。第三项，咱得到的恩典是圣神的同在。耶稣伫遐讲，我离开了，要求圣神保惠师伫咱的心内，所以你甲我咱内底拢有圣神咧提醒咱，带伫咱的心内。伊要互咱更较了解上帝的真理，互咱对代志的看法，毋是用世间的角度，用上帝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所拄着人生、政治、国际情势等等。因为圣神要启示咱，互咱更较清楚。伊讲上帝神若点伫咱就毋是完全靠咱家己的思想甲肉体私欲去判断，基督若点伫恁，有一天咱的身体、肉体因为咱的罪拄着死亡，总是咱的灵要因为互上帝称作义来活。罗马书8章9节罗马书特别，罗马书你若对这段有兴趣，罗马书第8章真重要，因为今仔上帝互咱的圣神证明你。甲我，咱已经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咱的自我形象无必要遐尼低落，也无必要一日敢为着家己无意中所犯的错，伫迄个所在来自怨自艾。上帝会赦免，上帝圣神会替咱用讲袂出的吐气祈祷。第四个，上帝互咱的恩典是赏赐咱大家无共款的恩赐。咱头先献歌队唱真好听的歌，上帝互因有音乐的恩赐，互因有即个和諧的声音。咱教会做遮的电脑设备，因有时咧讲我拢听无，所以上帝互因有即种的恩赐。逐个人的恩赐无同，上帝互我的恩赐检测，互我会通伫牧会事工原顶帮助我，互你的恩赐是教册，互迄个人的恩赐是医治人肉体的病痛，恩赐拢有分别，总是赏赐恩赐互咱的圣神是上一个。你甲我的积分有分别，伫教会内底讲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执事，我是平信徒。平信徒不一定就是比较低下啦，毋是较低下。咱平平拢领受一个是无共款的积分咧侍奉上帝。上帝呼召若到。伊若爱我来这教会内底做团契会长、做干部，我欢喜伫迄个所在来，因为咱积分无同，总是伊赏赐咱无共款的圣神，所以咱做上帝百般恩典的管家。上帝互你的恩赐，毋是互你台在涂骹没有发挥。不管你伫你的职场关顶，伫你的家庭内底，上帝互你甲我一定拢有真侪无共款的恩赐。有人会唱歌，有人会写文章，有人会做这，有人会做迄，办事的能力，咱要互上帝名得到荣光。第五就是，你甲我毋是干那牧师，毋是干那传道，得到授权来传扬上帝的名。就是 John Newton 嘛讲，我即个安尼咧卖路咧，做足侪歹的即个水手，竟然上帝授权互我来做伊福音的册用。所以保罗嘛有这种感觉，我咧迫害基督的人，竟然上帝互我做这个福音的册用，才是恩典的恩赐，赏赐我会通将基督切袂直直。阮过安那去传扬，都无法度通甲上帝迄个丰富富有恩典听通讲甲真清楚。总是伊将即个权柄赏赐你甲我，咱伫咱的场所，伫咱的家庭，拢会通有
翻扬著名即种的文书。罗马书嘛，你讲，阮对上帝受到恩典甲使徒的积分。对我个人来讲，40年前受到上帝呼召，伊予我一个权柄，伫伊的名，伫万邦中，互人来顺叹伊。这个也是一个恩典。最后一个恩典是上重要，特别伫我年纪大要退休的时阵，我伫上堂嘅讲到几啊届，得到永远活命是咱一定要把握到最大的恩典。圣经甲咱讲啊真清楚，咱耶稣基督的圣神结圣神的规矩递到真圣。如果咱有耶稣基督的圣神证明你甲我是上帝囝，咱的结局是永活，是信实上帝对你的保证，是伊的应允。如果咱继续伫罪恶的中间，罪的工钱就是死。总是伫耶稣基督上帝赏赐咱的恩典是永远的活命。伫这4年中间，送真多兄弟姊妹倒转去天家。当然，大家心情拢非常的唔甘、艰苦心。总是咱无绝望、无失望，因为将来伫上帝面前，咱若领受这个恩典，就是伫永远的国度，一定会搁三甲见面。圣神大大降落伫咱，互咱伫伊的恩来称作义，通照永活永望来成做上帝的护士。约翰一书2章25节其实真对，这个也是上帝所应允咱的应允啊！这读起来有一点老舍，然后上帝 promise 你讲，我要互你这个恩典，就是永活。咱中间年纪较大，身体衰烂的，咱会面对肉体过来对咱真大的挑战，总是咱心内确信有永远的活命。如果后摆咱无机会通过三甲见面，伫上帝国度，因为咱有永远活命，伫迄个所在绝对会搁三甲见面。所以恩典煞接恩典，伫今日咱头先简单来算，得到主救赎、白白称义的恩典，万人中互上帝拣选的恩典，领受圣神保惠师做咱的帮助的恩典。你有各种属灵的恩赐，你还未发挥的，还是你还未好啊来属灵的恩赐，咱感谢伊，也受权会通来传扬上帝的名，也永远得到永远活命的恩典，这种恩赐。圣经甲咱讲，受到恩典唔通袂记你的恩典。阮甲主同着活的，肯定唔通空空受上帝的恩。希伯来书2章第3节，这华语的圣经翻译了较好。咱若忽略上帝要互咱遮尔大的恩典救恩，你要安怎得罪？上帝已经通过先知，通过耶稣基督，也通过历世历代传福音的人，甲咱讲，这是上帝救恩。如果你要甲忽略，无要领受这个恩典，将来怎么能逃罪呢？都陷这个罪审判的。所以最后用这个圣经最后一句话，也是启示录22章第1节做我伫咱教会最后一个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正圣道，甲咱大家三甲一个。阿门。咱做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用恩典煞接恩典来赏赐，互阮这未堪得、不配得的上帝你的囝儿。主啊，恳求你，互阮时常来数算这恩典，也甲这恩典领受了后，化作别人的祝福，来祝福伫阮周围最的人。感谢你，因为你是施恩不尽的上帝。我们领受恩典，用双手、用心灵来承接。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门。多谢牧师的讲道，恩典煞接恩典。咱三个来吟圣诗，圣诗156首，主爱的爸所听。
请坐。请咱准备咱今仔日的奉献，请杨嘉欣执事甲陈秀玲执事两位。请坐。来报告吼，今仔咱是连续礼拜，咱嘛伫礼拜中为着牧师伫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退休，咱做伙来感谢、感恩啊，甲牧师辞别吼。啊，咱中昼嘛是有爱餐吼，咱会当留落来做伙甲牧师做伙用餐。啊，第二项就是牧师有准备一本册吼，愿你平安，要送互咱的兄弟姊妹。这内底是牧师伫这4年半中间牧会所写的请安批吼，啊，请咱伫楼骹会当摕，咱一个家庭摕一本吼，请大家注意吼。第三，今仔日是奖学金募款吼，请大家关心。第四，小会公告，顶主日有接纳林春安姐妹的更新礼。第二，咱伫咱8月度牧师来就任进前哦，中会有派上河教会的廖继成牧师来做咱的小会议长。啊，伫这段时间，若是咱有任何的问题吼，会当甲办公室小会书记吼，也是恁任何一位总级来联络。啊，第三吼，咱嘛特别拜托施必生牧师吼，来甲咱斗相共来关心啊，正义传道吼，嘛伫这段时间会当继续关心。啊，下主日是施牧师来讲道吼，啊，咱有2场的礼拜。啊，团契消息咱家己看吼。啊，具体交通吼，咱白文贤姐的母亲吼，白吴涵女士吼，伫1月31日安休主怀，享年94岁。啊，
伫上山教会吼，咱请大家遗族来为遗族来祈祷。伫咱所敬听的郭正志兄，伫2月初2已经过身，转去天家，享年88岁。搁有别礼拜伫2月17号拜一早起11点，伫宜宾的志美2厅吼，有徐牧师会来主持。大岛的事项，以下大岛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吼。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吼。我想有一寡来宾因为中途代志，就要先离开吼，所以我先甲大家道谢大家今日遮尔寒的天气，专工半工来伫遮来参加即个甲我做伙算上帝恩典的即个聚会下面咱就用喜悲会的方式来进行我有写一本，如果你爱先离开吼等一下下楼请甲干事摕若无较早要离开就等规个喜悲会了，我等楼骹甲阮厝内的人来甲大家道谢吼这是4年半吼写。我以前咧对女朋友都捌写甲遐侪张批安尼，4年半104张批做做一本册，内底有一寡记录，即中间所想的代志原则上一个家庭会通摕一本如果你若讲需要，我欢迎大家摕。我真简单小来介绍，因为足侪无共款的单位啦吼无介绍到就真歹势毋过大概小讲咱举一个手啦吼，你代表倒一个单位啦吼。先讲阮囝甲阮新妇啦吼，新妇啦第一遍来吼，来举手一下，等一下再互大家看一下吼，举一个手者3个吼老三顶礼拜已经转来了吼，老三顶礼拜已经转来了吼照我咧牧会即个定数看咱会照安尼吼为道贤教会做新学生的时代，来道贤教会请举手再来。甲龙田做团队，龙田的请举手。美国明出拉教会，毋知回风这来袂？伫关顶吼，因伫后顶遐吼，伫后顶遐。明出拉教会，南门教会3届，咱看只举手啦吼。过落去就是2万吼，2万教会来请举手者，2万这教会足多。感谢。也佫有足侪。亲人朋友吼，我的卡阵吼，感谢2万教会特别送这个花来伫这个所在吼，足侪感谢，实在讲袂了我们等一下就短时间做伙来分享吼。多谢如果你需要先离开，请你无客气这个楼下干事会拿这本书送互你吼。我先安尼甲大家大多谢吼下面咱就进行下面的迄个喜别会好无？咱今仔日喜别会吼。有一个来宾要甲咱分享张牧师，要甲咱分享张牧师的代志吼可能是伊心内感动，嘛有可能是张牧师的糗事吼，毋知影吼咱一个来去进行吼。第一位吼，咱要请许腾道牧师吼，伊是张牧师的同学吼，嘛是台北中会的同工吼，请伊来讲话。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会当今仔日参加伫咱台北南门教会的礼拜，佫有即个机会，佫有即个机会含同学张宣信牧师即特别的聚会。我看伊对我介绍遐尼多，安尼我可能约束伫咧3分钟来讲即个部分哦。我今仔日有2个身份，一个就是1983年，阮最近进入台湾新学院。就造就1986毕业，所以阮总共要40年来，阮拢称作86同学会，就是阮遮的同学。有一寡人咱可能有熟悉，捌听过，亲像阮过去中会的总干事苏进财牧师、林文良牧师、林文安牧师，也是讲罗荣斌牧师等等遮，咱加减有人捌听，阮拢1986阮称作86同学会。另外，我佫有一个身份，就是受台北中会中委会交代。我等下就爱送一个礼物，互张牧师，所以我等下佫起来一届，迄就是代表中会希望张牧师
是永远的北中林啊，咱这是最近同工嘅，尤其伫咧台北中会，全台湾长老教会全国我毋敢讲，但是至少伫台北中会是破纪录3进3出。10工前，咱得过90年。啊，我家己踮伫咧树林教会，1月29、正月初1新春感恩礼拜，大家真欢喜三甲斗阵。伫迄几工，过年迄5工，我总共去殡仪3届，行洗礼1届，去殡仪馆2届。啊，阮第2后生将伊的婴仔未，都满月无偌久，无2个月吼，即边2个月带转来树林教会。啊，阮牧师娘负责照顾即个孙，陪伊佚佗真好耍，陪孙佚佗真好耍。啊，我咧陪伴遮兄弟姊妹经历因家庭中间有人转去天父遐，咱称做第3个生日。上帝切过2个，耶稣泡咖啡讲欢迎转来。愿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即款极大的愿望。拄啊，杨牧师已经甲咱讲，迄款的恩典通路尾就是即个极其奥秘。但是咱今仔日三甲斗阵的时阵，拢有机会遇尝天恩。咱拢已经小可担着啊，担着讲伫咧天父上帝面前迄款的欢喜。啊，毋过当遮个服侍者，特别是遮做牧者，咱在场也有阮老师伫咧遮。咱做的咱服侍是踮咧人世间真实的实况，恩怨情仇拢充满伫咧遮，甚至包括咱生老病死，服侍伫咧即款的实况中间，要用迄个看袂到的头家上帝交代哦，足歹交代。伊甲咱讲的佫遐尼无清楚，伊若讲较清楚吼，我嘛知影要安怎做，对无？咱做牧师做中级的拢知影。做长老的嘛知，上帝若甲你讲话吼，你就稳人照行，偏偏伊拢袂讲话。所以咱是要用即个看袂到永远活的上帝，领受伊的互咱的积分，佫着爱用伊交代。啊，毋过是踮伫咧真实况的人世间伫咧服侍，即个积分吼，实在是有影真奥秘。往前看，真侪艰难死毋山国。毋过，当你翻头来看，就是亲像今仔日张宣信牧师的讲道共款，恩典煞接恩典。1983 7月11，阮进入台湾新学院，礼拜1开始4礼拜的希腊文的课程。因为我是较晚早去报名，所以我无宿舍。即个同学因早去上课了，下晡有个人搁踮咧学校有宿舍，我就跳倒摆转去新店。对新店来，逐工1礼拜5工啊去新学院上课，所以这些同学我拢无啥熟悉。干那知影第2天要考试的时阵，因仔拢会晓。我转去新店家己坐，安怎读都读无。一直到9月开学啊，进入伫咧新学院。我伫咧迄年的7月初9结婚，7月11去读希腊文，但是 couple house 无位，所以我先住男生宿舍。到我最近大的就是叫做张宣信，比我较大，将近要3岁。啊，毋过因为我住新店，所以我定定会转去厝诶，一礼拜可能住2工啊。迄阵啊，阮斗阵2项真趣味，因为9月入去了，无偌久就11月、12月真冷啊，伫新学院真冷。啊，阮厝诶较传统，所以阮爸爸是牧师，都会甲阮准备烧酒粿。啊，当然行了后就无酒精啊，吼，规个拢行了后，啊，印象足深诶，就踮咧阮大诶男生宿舍，我边仔几落个同学，大家都做阵来，真温暖诶，迄个感情就对遐开始来建立。有一段时间，我是已经结婚啊，罗荣斌牧师嘛已经结婚，阮陪伊哭，吼，哭到吼，因为伫咧感情顶头吼。伫咧交陪女朋友的镜头，目睭看袂清楚啦。
阮陪伊安尼去看伊，阮感觉讲，哎哟，安尼敢对？啊，你甲陪伊哭了吼，目睭金，看到即个啊。所以速度真紧啊！用阮交陪来讲，我甲阮牧师娘吼，阮交陪7年结婚的，我甲阮牧师娘是国中同学呢，所以我根本就无法多接受讲安尼这交陪1年我就讲着要结婚，毋是无法多接受啦，甲因恭喜吼，有影安尼会当行到今仔日，尤其迄段为着性命，还是讲为着人生中间用咱即马来看，咱青年人。感情很有啥对无？即个安怎就是哭甲目睭金就好啊。啊，毋过真实哭过了后，真实流目屎了后，你会亲像《Amazing Grace》迄首诗我讲的，看会着上帝到底咧交代你啥？看会着上帝到底伫你死命中间的旨意是甚物？不管你安怎回应，不管你安怎行，拢会当伫伊的心意的中间。所以我诚做张三信牧师的同学真欢喜，今仔日代表阮86年的毕业生的同学，特别伫即段时间，伊安尼进出伫咧咱台北中会，也有机会去美国，嘛得到伊真好的招待。我想这是我踮咧即个所在，特别要代表同学来讲的几句话。望张三信牧师过来，无论是特别是家庭的生活。咱看到伊顶礼拜甲大家这阵分享，伫即中间为了囡仔，这实在是所有做父母的心情，有搁较侪时间陪伴囡仔。虽然讲囡仔大汉啦，现在年纪大不一定要爸爸陪哈，但是有一空会知影讲这个阿爸还是很厉害，所以这个款的家庭生活，伫咧享受这个信仰大家庭的福祉，这款信仰大家庭的生活了后。咱嘛希望，我个人嘛希望，讲张牧师会当踮伫咧家己即个家吼，有搁较深，特别是家族嘅中间，有搁较深，而且享受吼。多谢平安。真多谢柯牧师吼。伫1985甲86年吼，张传信牧师伊做新学生嘅时。伫道行教会有真好的服侍吼，咱即马请徐景娟副豪甲徐景莹3位吼来甲咱分享。各位兄弟平安，阮代表道行教会来替张牧师来回忆。教会实施了1年中间，阮其实迄阵拢是10通岁的囡仔，不过即摆阮都60岁，50加岁啊。所以小等下就知，我若是想着当时的迄阵的教会，拢一表就变做囡仔。即位是妇女团体的代表，阮是少年团体的代表。请容阮用华语小可补充。40年前，张哥在独行教会做了1年的辅导，他负责辅导我们少年团契，就是差不多国中那个年纪。然后我们在每一年的寒暑假都会有大概几天几夜，在那个大乐山庄的一个灵修会或者生活营。那他用非常非常温暖的、充满爱的，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生活中信仰的可能性，一切，在那个年纪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他用很简单但是很深刻的方式影响了我们，以至于你看到我们现在真的都还是在信仰的路上非常的坚持。对，这已经是30年了，40年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后面这些我们从前非常非常怀念的时光哈，我们都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张哥在我们的那一段时间的生活里头，就是一个大哥哥，非常非常温暖，然后
那是英姿焕发的时候，熊臃肿的时阵。然后你看这么宝贵的照片，这个是我姐姐，她是我姐姐，我姐姐最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哈。然后当年我左边这位，当年我看看哈，当年她个头很小，大概才到这里而已，所以我们都是。最后面啊，对对对，那个小小的，在有一位大哥旁边那个小小的头的那位哈，对，然后顺便介绍一下，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当年全盛时期，我们少气最多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张哥的这个带领之下，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团契风光啊，然后。今天真的特别来这里致敬，向长哥致敬，因为我们这么几十年之后还能够再重逢，而且教会青年我们感情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个照片里面大概有一半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非常密切联络的。对，没有，那张照片应该是只是1/3而已。刚刚那个全部的，因为那时候去参加生活营的大概有30几个，哎，40个，40多个。那张哥一来的时候呢，就是来教会的时候，因为算是阮大家拢不熟悉嘛，所以说一入来的时阵，伊足紧的，因为伊的亲和力啊，跟我们在那边聊的时候，然后张哥很快就打入了大家，然后就是大家就觉得他是个大哥哥，然后新函一来然后在做辅导的时候，张哥的那个他的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讲，有当时你若做唔对，伊嘛是很称职的跟你说啊，或者怎么样跟你开导，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说张哥是一个非常的。非常的算是一个大哥哥，可以亲近的大哥哥，不是新学生安尼。但是讲伊带阮弟弟啊几个月尔，但是真正的大家拢足怀念的，因为迄当阵啊40年前，我会想讲，我迄当阵啊是五年级还是6年的时阵入来教会，迄当阵入来教会的时阵和大家拢熟悉变朋友，熟悉阮迄当阵咧聚会时阵讲，咱熟悉40通年啊呢，但是张哥嘛是算迄40通年的，因为常常拢会记，常常阮若咧会议的时阵，拢会记着张哥迄当阵和阮交陪的情形，所以讲真正真怀念啦，真怀念。补充一点点，我记得生活营里面不是只有吃喝玩乐我们那么多的小孩，你想想看，你敢不敢带去那个4天5夜还是怎么这样子？然后很多天的活动里面有查经啊，对，然后唱诗啊，很丰富，也大家一起合作生活，然后有一些一早就是晨更嘛，对，好早，然后每个人都想赖床的那种，有一些印象都是在那个片段里头。而且张哥是办的是第1届的生活营，后来大家就是会有一直延续这个，因为大家觉得蛮不错的。对，然后还有一些戏剧啊什么，就是我们人生第一次的体验，大概有时候都在那个时候发生。有时候我们聊天都会谈到那个时候很纯粹、很单纯、很呆板的、很奶油的时候，然后做就是我们长大以后回想，才知道说真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种子是这样子撒下来的。那我们在那中间慢慢的思想，慢慢的去讨论，然后去思考。那其实现在我们也都大家应该也都很关心，我们现在的下一代。真的在信仰方面有没有这样子的追求，然后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心里面很想要传承下去的东西。对，那其实在跟张哥这样子的一个短短的交集，没有想到其实是真的那个时候撒下来的一个种子。那我想问问，身为家长，那时候怎么会放心让我们去
哦，我迄阵拄当是上无闲的时，囡仔的基础，因为我足注重，我是读台南的迄个神学院吼的幼稚教育，感觉讲囡仔的基础足要紧的，拄着张牧师的时，我足感谢的。到今仔日安尼，真长的时间40几年，哦，回想我的第3个查某囝，第4，我的好朋友，拢要足细汉的时吼，都有迄款真好的基础。迄个张牧师安怎甲因培养到今仔日，伫信仰的方面要真徛在，阁真感谢，实在是真正稳定，加稳定，稳定煞足稳定。真侪我吼拄着的代志吼，实在讲袂了。感觉吼经过一段真艰难的时阵，拄好拄着张牧师甲遮个囡仔吼，安尼迄个基础拍甲足好诶，互因有伫信仰的方面真徛在。亲像最近一年啊，所拄着的我第3个查某囝拄着的代志是。毋捌看到，阁毋捌听到啊！迄个病，因为这阁讲起来阁真长吼，就是吼，安尼一年已经经过1年，即马是第2年的开始，拢总规个迄个病的名叫做格林巴利症候群，我嘛毋知是毋捌听到的名，嘛毋捌看到即款病。一个罕病，罕见疾病。即个病规个突发性。家己自体的免疫力家己的迄个神经完全部瘫痪。6个月的中间，半年中间拢袂振动，手连按用，痒痒嘛无法度，嘛无法度讲，什么拢跳起来，剩头壳安尼头脑有清楚安尼。真感谢上帝伫即个中间，真正是体验着讲。人的性命的宝贝，阁是上帝的恩典，安怎带伊到今仔日，会当讲坐伫轮椅，手会抓悬，骹会振动，迄足无简单的，因为拢总瘫痪，亲像死去共款。所以伫即个中间阮有经验着讲拄则牧师在讲的迄个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一个人的性命安怎伫遐体会着讲，迄个性命的宝贝，甲讲安怎伫无法度人无法度的中间，上帝安怎拯救？那亲像对死搁活的迄个经验，我感觉讲，即个若毋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无可能。搁上帝真正伫伊的心中。有家己有真正有安尼正面的迄个能量，真有想讲我有靠即个信心，靠即个信仰，求上帝的怜悯，甲上帝帮助，互伊稳定的中间，伫遮，佫会当讲手嘛会当举起来，会振动，会讲话，无常讲话嘛无法度，拢总无法度表达。对。所以也很感谢那个时候张哥来医院给我们打气，我们非常非常的激动。张牧师替阮祈祷因带大家安尼为着阮这个代志来虔诚祈祷。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其实张哥一直都在。然后他感谢张牧师，对细汉，这个基础你知道我一定要妈妈，我一定要分享他的第一句话。见到我们的时候，他说：“很抱歉，我来迟了。”那句话我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这之间里头，我们一直支撑坚强着。然后虽然有上帝给我们的力量，但是有时候的无助感是需要朋友之间很多信仰上也好，真实的感觉跟感受。张哥来的那一刹那，我们都崩溃了。对，所以其实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张哥，但是
这30年后之后的相遇，我觉得力量更坚强，而且我们在这之间，我们都长大了，我们都有自己各自的经历。然后我也出国过，然后他也事业有成，然后姐姐也在音乐上面都有很好的成就。然后张哥也是，今天能够来这边，我们希望最后要跟就是也向张哥致敬，也跟张哥一起怀念当年他带我们最温暖的那个氛围里面的诗歌。我相信我们一唱，张哥就记得了。你要一起唱吗？真多谢，真感谢着我说。亲近更亲近，进驻心怀，亲爱之救主，引我近前来，双手扶持我，靠主向前，如在问金刚，言必我平安，如在问金刚，言必我平安。1, 2, 3, 4，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嘣嘣嘣！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遥遥爱邻舍如同自己，遥遥爱邻舍如同自己。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嘣嘣嘣！你要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算，谢谢大哥，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谢谢谢谢。听他唱歌，你就知道他的大姐就徐景纯了，所以他们有音乐的细胞。真多谢多乡教会吼啊，张牧师少年时做的工，从少年到即嘛吼啊，咱过来咱要请闪春梅姐吼啊，伫张牧师受派伫台南龙田教会传道2年的时候，来跟咱分享伊的回忆吼。我第一次遇到这个姓哈，闪来闪去的哈，闪老闪。谢谢哈，我是龙田教会的青年团契的其中一员，我们都谢谢第一次让张哥为我服务。我是用张哥给我4分钟啊哈，讲我来当体系文经尔哈，我嘛知影会当安尼一直体的吼，我嘛较侪。好，我用4分钟哈来张哥跟黄姐的这一段啦哈，那个我是所有里面青年团契里面哈上无资格徛伫遮来跟大家做分享，我尽量如果讲得不好，请大家多多见谅哈，请大家多多见谅。好，1986年到1988年哈来了一对非常年轻的夫妻哈，就是张哥跟黄姐哈啊，他来到我们这边，简报可以好这一张，他为什么出现乱码？第一张。好，他怎么出现乱码？他是1986到1988哈来到龙田教会哈，然后张哥跟黄姐，还是给我第一张。好，这时候张哥跟黄姐哈非常的年轻，比刚才那个哈再老一点点哈啊，这时候黄姐已经有第一个哈以琪，这时候是在黄姐的肚子哈，好。这个照片我记得有那时候黄姐已经怀孕了，这张是黄姐第一个孩子怀孕的哈。那在周报里面哈，年轻的传道来到我们这边，然后张哥的5个牧，这个是第3牧，他在他的周报里面龙田教会占了2行字，所以我用这4分钟这2行字来尽量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我今天以风和爱的主题来分享这一段龙田教会，他们像风一样来到了龙田教会，然后在龙田教会里面播下爱的种子。好，这张哥做笑脸的哈，然后我们的青年团契，他一直用他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一起。这跟张哥这边我来念一下哈，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声响。但是不晓得他从哪里来，也不晓得他往哪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哈，我来这边跟大家念一下。黄姐怀孕了，她离开龙田的时候，她怀孕了。我要讲这一阵风跟这一份爱哈，就从龙田到了台北。黄姐怀孕了，我现在丢了，带了2只活的鸡。好，我们讲要来搞黄姐做回来。嘿，哭，你敢知迄鸡仔伫车顶是会放屎的啊？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这一群坐在后面的，几乎那一次都有到我都不知道那2只活鸡后来是怎么处理的。6只。就来哭来台北看，讲一定爱搞黄姐做回来讲这一段是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爱不会因为它到哪里而消失了长老还是那时候无高铁啦，迄阵啊上紧的就是自强号啦哭来到家人家活鸡我都还记得那个鸡在车上大便迄规车厢的人一点没后来第2次我们好像来给张哥过生日张哥的生日是2月14号，永远的情人节他永远我们都记得他的生日，我来给他庆生那时候我们也是打地铺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床底下都有土地公迄个神尊，你敢知影？放伫迄门床骹我惊死我倒伫遐困我老公奇怪，门床骹敢有两尊土地公我们就这样。又不敢去问张哥，想讲伊白天伫教会服侍暗时是妈无开门床骹有2身土地公的迄个神尊在底阮拢唔敢问到尾阮张哥就带阮去士林夜市带一群兔崽子的去士林夜市逛夜市转来我拢会记起迄阵张哥佮哈一个囡仔甲伊饲。台伫头前，我拢会记真阮去士林逛夜市转来真的实在忍不住了，问张哥讲：张哥，你的门床骹开2尊土地公的神尊，然后张哥就甲阮讲因为伊经过的时阵有看到迄个人迄个神等伫迄涂骹，张哥会惊伊会惊人佮甲迄神尊佮摕转去拜，伊规气家己转来存放门床骹，以免人家再拿去拜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是说，不是张哥公给我打地铺是因为他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爱来搞阮教示阮家这边的人用这种爱来做在他的事工好，下一页。容许我用念的，因为我很紧张排在牧师跟笃行教会的后面，我这个压力好大。好，我用念的龙田教会这些年，他用他的热情来实践他的事工，他没有推销，而是用爱把一个一个顽固的灵魂来变作上帝的门徒。今天我不只要来向牧师跟牧师娘说再见，而是要向他多年来的爱心和榜样也要来说声感谢。愿神继续使用他，无论他在哪里。他都能够继续让人笑着进教会，带着感动来受洗。我为什么要分享这张照片？我觉得张哥，我觉得你们的同工有一点在弄我。上一页我为什么要用这一张？在下一页。好，这一张我为什么要念这一张？这一整排都是在张哥那时候来龙田教会我们受洗的青年，这些青年都不是基督徒家庭那上一页看上一页，张哥用他的方式就是安尼，你来，因为这一群人都是在教会的门外，在窗外，他们都在那边探头探脑，不知道教会是在冲啥小就是这样，这一整排，包括我在内这一整排都不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在张哥那2年
在龙田教会，在张哥的传教之下，我们做了受洗哈。那在张哥后面那个是慧兰，慧兰有听到我声音哈？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哈？慧兰那个招手哈，跟大家认识一下，因为一把酒无快点哦，所以他有带一支导盲犬好进来，所以大家会觉得很疑惑。我在这边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当时他是我们的青年团契，我等一下也要分享。张哥回台南的时候，我们也有到他家，哦，那时候是我们的团契啊，用这张照片是要给大家人讲，张哥就是那一种，你来，你入来，好，来我们教会，好，你就知影教会咧冲啥小啊，好，好，来下一页，下一页，好，哦，这一页哈，就是也是。我们所有龙田教会的家庭的照片，实在族繁不及备载，然后我挑了几张最明显的放在这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最后一次张哥到龙田来做一次讲道，他的题目是托付，然后最后一个到家庭里面的应该是慧兰的家，好，那一张右上角那一张哈，我们到慧兰家，慧兰眼睛没有看见了。我要分享，张哥都总是用这么温暖的方式来形容这样一件事情。像刚才他跟我们分享的，稳定的代志，无一定是好代志，也无一定是歹代志。慧兰眼睛看不见了，他看着慧兰跟我们讲：慧兰，我们的青春岁月永远停留在你的眼睛里面。美好的时光永远停留在慧兰的眼睛里面。当下我们就觉得说，伊甲这件代志讲甲这美好哈，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哈。张哥在龙田进到每一个家庭里面去，留下的祝福在我们的心中，一直在流转，就像风一样哈。永远不止息哈，这是我在跟大家分享的。他到了龙田教会，每一个会友的家哈，每一个会友的家。好，接下来看不见的力量哈，就像风一样，你看不到它，可是你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他的爱，你也是感受不到，好，看不见啊，可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哈。容许我也是用念的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爱像风一样吹进龙田教会的每一个角落，风像一种看不见却能感受的力量。那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看不到圣灵，当他动工时，人心是会感动的，生命是会被改变的。张哥、黄姐的爱也影响了，就像风一样，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每个家庭、每个心都曾经被他们两个触动过，而这种风让圣灵在每个人的心中动工了。张哥、黄姐，我们爱你 forever。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咱来较紧一出啦吼。头先你讲六只鸡吼，我大概判断就是阮某孙娘那个怀孕的时候，他们迄阵会使掠活鸡坐火车，迄个时代，6只鸡吼提来到台北。要叫我处理我第一次自己杀了1只鸡，在浴室里面杀了，然后剩5只，不晓抬转摕去迄个湾大陆遐，拜托人给阮抬，要甲做回来。在乡下教育就是这么样的温暖了哈，谢谢你们。多谢龙田教会吼，咱通过因的分享，知影牧师伫无共款的时间帮助无共款的人。说接是1988到1991吼，张牧师伫咱中间担任教育牧师3年。我简单来分享，这是这张是1988年12月11月20号吼，张牧师伫遮服务吼。我甲牧师讲，你伫遮服务伫遮退休吼，实在是真好的一个故事吼。就任期是3任吼，真趣味吼。这中间也伫咱中间，今仔日伫咱中间咧吼，我想要有陈进宗长老、李局处长老、罗洪处长老、蔡正和长老、吴中庸长老、
顶悬上少年是乌中长老，是咱即马社会书记吼，这是37年前的代志。约西长老嘛伫遮，歹势吼，搁大家补看者。李小长老嘛伫遮吼，约西长老吼。蔡长老拄有讲吼，想起迄3年的代志，我想着拢是佚佗的代志吼，然后慢慢才想到别项代志吼。即场是阮去屏东万丹教会哦，是圣歌队甲青年做伙去吼。迄摆去牧师娘的娘家吼，万丹教会嘛去拜访即个李道雄长老因厝的吼，得到因真好的招待。顶悬一人你会认捌几个？吼，大家家己认啦，我无一个看吼。迄阵大家拢足少年吼。张牧师，互我想到的拢是去佚佗吼。我会记得迄阵吼，去一个所在有一个鱼池仔，有一只船，迄阵伫报告，我想讲我小等要抢第一个去耍迄只船。当我走去的时阵吼，有一个人已经伫我头前啊。这人是啥人？吼，张牧师吼，你讲我有袂甲讲吼，伊讲毋太甲爱算吼，有证据吼。你看这件衫有共款无？这场上是另外去一个屏东遐地层下线的所在，咱伫遐翕相吼。伊讲迄摆的旅行真嘛去垦丁吼，有真侪真好的回忆吼。到回来吼，迄个以期伫遮应该是8月8号出席吼，牧师是10月就任吼。伫遮婴儿时期拢伫人门教会。迄个时阵，我想大家会记得，伊是咱教会的开心果吼。大家来教会拢做礼拜。看朋友，搁来真爱看伊吼。礼拜日也甲我讲，明哥哥，伊即阵有去中正庙饲鱼，看草卡兵啊，就是去中正纪念堂喂鱼、看宪兵。咱对遮当看着讲，牧师伊的本土教育吼。伊是细汉的时阵吼，有一个互人较上脑筋吼，真爱耍电动玩具。迄可能2、3岁的时阵吼，看到电动玩具就歪走吼。真侪人讲这是受我的影响吼。我伫遮特别澄清吼，有一摆咱去淡江大学吼，邀我礼拜，张牧师甲我拖去边仔讲，明仔头前遐一排迄条巷仔吼，有规排拢电动玩具，我伫遐有真侪快乐的时光，吼，所以伊是这爱耍电动玩具吼，是因为张牧师毋是我。阮嘛即场是去晴天岗佚佗吼，我想牧师迄阵真侪时间吼，咱会当有真好所谓佚佗时间。中间是罗洪树长老吼，大家有看到。我想张牧师会当甲咱10年半的时间吼，这中间爱感谢罗洪树长老，伊伫聘牧小组中间有真好的智慧，互咱有张牧师来牧养咱的教会吼。今仔伊嘛伫楼顶吼，边仔是亚金姐吼，张慧瑜吼，伊是遐真真细汉。后壁有一个人咧冷酷，迄人是我吼。牧师毋是干那佚佗啦吼。牧师伫教会事工足拍拼，因为大家定定做伙佚佗，所以是好的朋友。所以牧师所讲的，伫信仰顶悬的讯息，是圣经的分享，大家拢听了真贴心啦吼。伫1990年吼，阮青年团契有办一个音乐布道会，迄摆甲牧师做伙办这个布道会吼，感觉是我印象很深刻吼。中间定定甲牧师讨论到耶稣的救恩、人生的意义。伫中间甲牧师有真好的同工。我想人的一生若是有一位牧师会当做你的好朋友，会当甲你做伙佚佗，会当甲你分享心内的代志。你做毋对的时阵，会当包容你，会当听你讲艰苦的代志，会当伫信仰顶悬甲你牵绳。我想是真幸运的代志。咱即代青年吼，拢有真幸运吼。搁一个做伙佚佗的吼，阮伫1991年吼，有去花莲天祥，这个白杨步道吼，最近又封起来了吼。迄摆社青做伙驶2只车，还是3只车，到花莲吼。张牧师就爱驶车佚佗的吼，我嘛受伊影响吼，所以牧师退休了，可能嘛定过去驶车佚佗吼。伫迄天吼，阮去天祥佚佗，边即张相吼，互偷翕的吼，这是我甲张牧师暗时在讲话吼。大家讲到真侪，大家心内的话，牧师忽然讲一句话吼，伊讲我今年要离开人门教会。1991年吼，迄阵我
心情应该足歹吼，所以安尼面色怪怪吼。啊，即中间吼，还有半年的时间吼，我嘛去甲牧师愈几啊摆，叫伊莫走吼。毋过伊无要听我的吼，啊心内是足毋甘嘛。想讲有一个牧师甲阮遮好，短的时间就要离开，后摆去美国嘛，毋知定时才会当见面。1992年收到牧师的圣诞卡，这常常嘛这是仪式甲仪礼的上吼。阮想讲，可能后摆就是安尼，就是圣诞节互相到一个平安，可能久久才能见面吼。毋过无想到牧师甲南门教会的故事吼，毋是干安尼尔，咱后壁继续。以下咱请陈慧芳姐吼来为咱分享牧师伫即个万县台美教会一寡故事吼。伫免突啦，91年到95年的年底哈，辉煌这今年91岁，我比较因为免突啦伫台湾的会友较少哈，我只有找到他，尤正明医师也在吧？尤医师哈，他们也是圣免突啦教会的哈，我唔知你等来，我拜托辉煌这，辉煌这慢慢你轮椅哈，他在走的时候，我讲一个比较，我印象就深的是，现在他女儿推他出来哈，那一年辉煌这先生肝癌很严重，女儿为了让爸爸看到他女儿结婚，所以就特别提早朝会还有他的先生 Michael 在吗 ？Michael 也来了哈，我为他们证婚，但是爸爸已经没有办法来参加婚礼，然后婚礼完过了没多久，爸爸就过世了哈，所以在很短时间里面，一个家庭里面有高兴的事，有那一个伤心的事哈。这可以吗？这个可以。你好，你简单讲。詹姆斯师母平安，南门教会的姊妹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从加州来的，我是在 Ventura Camarillo。我们那个时候台湾人很少，所以也没有教会。可是呢，从家庭开始，就慢慢的就有机会，慢慢人就多了，就那个在家里就不够地方，我们就跟美国教会商量，他们也借给我们教堂，给我们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牧师，所以每一个礼拜都是安排退休的牧师或者是愿意来帮忙我们的姊妹弟兄。那后来呢，奇妙的上帝就安排了张牧师到我们教会来，他是我们教会第一任牧师。那我今天特别要感谢张牧师，像今天他讲到的恩典真的我们要数都数不完。他在我小女儿结婚的时候，他主动的是做主婚人。那个时候，因为我先生生病了，所以我都在看顾他，所以都是张牧师，他有很细心的来照顾我们，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或者是喜乐的时候呢，他都像基督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支持跟引领。因为这样在那种情形之下，有他
真的怀着极大的爱心跟细心的安排一切，所以我们全家给我们现在带来无比的安慰跟力量。除此之外，很高兴的就是他因为有基督的爱见证，并祝福我小女儿，她今天也来了，我女婿也来了，他们已经有2个小孩，2个小孩都受洗了，我女婿也受洗了，可是那个那个男孩是孙娜，他在成功里，一个在成功里不能来，不然他很喜欢来，我看阿妈怎么紧张讲话，哥哥在忙他的事，所以很可惜。还有昨天詹姆斯也特别打电话给我说，有没有那个时候的相片？很可惜都留在美国，没有放在台湾，不然的话就可以看到詹姆斯帮他们弄来很漂亮、很美丽的婚礼。他随时都在帮助我们。要紧的就是引人如主的羊圈。我们呢，全家呢，深刻的感到上帝丰沛的恩典跟奇妙的作为，这些刻骨铭心的属灵时刻呢，我们将永远铭记于心，满怀感激。詹姆斯一生忠心于神的呼召，谦卑热忱的服侍他的子民，无私的奉献与真挚的牧养之心，影响了无数的生命，成为基督信仰的活的见证。你的侍奉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献给神和他子民的爱之祭。这份恩情，我们全家深怀感念，永不忘。如今呢，你将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我们满怀感恩跟敬意，为你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愿主在你的退休生活中赐予你身心灵的安康和满足，使你继续活在神的丰盛的恩典中，得着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像箴言有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愿你的生命如晨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愿你的灵命如云长次上等，日日更新，永远与主同行。还是这个稿还是小鸟也帮我的，不好意思啊。接下来的日子里呢，愿神以他奇妙的慈爱跟无限的恩典继续眷顾你们、看顾你们，并使你的生命持续成为荣耀主的见证。你丰富的属灵经历和智慧，必将继续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影响更大的人群。我们全家怀着最崇高的敬意，感谢你多年来的牧养，每一份爱心和辛劳。愿恩典如江河滔滔不绝，永远和你的家人同在。衷心的感谢和祝福，阿们。
谢谢陈慧芳姐很好的分享啊。牧师在不同的阶段帮助了不同的教会啊。以下咱在北中会有咧送张牧师一个纪念的礼物啊，咱请柯尚罗牧师来。咱后壁阁有一寡张三信牧师服侍，才会真水的见证甲同工的机会。毋过因为伊踮伫咱台北中会安尼3届超过10年，啊，今仔日踮咧礼拜早起所以才会中会干部较无方便，所以我伫咧伊迄届2020年转来的时阵，迄阵我担任台北中会的副议长，所以有处理这项咱张牧师就任的代志。一直到今仔日伫咧中会服侍，所以议长张锡云牧师伊特别交代爱我伫今仔日即个场合，对张牧师甲牧师娘因永远的北中人，所以才有一个咱看到会发光的，说因毋茫会早转去美国咱这要送即个片来互因来请牧师娘做阵起来。中会阁有送一个红包，或者嘛爱包同事。大家拢知影啦，红包若交我，变做我的西客，你会知影我迄落。当然爱特别代表台北中会咱真感谢，伫咱过去这安尼40年宣教的同工中间。通过张牧师的参与，这对伫咱真侪教会、真侪同工互相有真水的激励。尤其伊是这段中这时间伫美国时间较久，所以当时伊踮伫咱毋若敢若伫咧南门教会，嘛伫咱台北中的中间有一寡咱讲敢若亲像美国作风共款啊美国式的作风会当帮咱伫咧咱无论是教会还是中会进行真好的反省甲调整。所以踮这所在，佫一摆代表中会祝福范信牧师玉玲牧师娘甲囡仔全家会当搁较伫咧服侍中间享受主的同在平安。多谢台北中会柯尚大牧师。以下到以后张牧师来南门教会做第2任的牧师我简单来分享1996年牧师转来咱南门教会中间教会伫这3年中间，不管是人数教会的气氛、团契奉献，拢有真大的进步伫这3年中间足侪人结婚的我来统计起来，拢总有18对的新人伫南门教会结婚平均大概就是两个月，咱来办一摆婚礼啦。所以迄3年伫教会中间是真侪真快乐的气氛。咱嘛咧准备咱拍算建堂啦50周年的时阵，会当起新的拜堂所以迄阵教会不管是事工顶悬还是伫咱会友中间也是一个真向上的气氛咱来简单看30年前的水的新娘甲印度的牧师这是吕后兴、陈维珍伫1996年结婚因即嘛伫台中廖俊杰、蔡雅琪因嘛是1997年结婚可能即嘛伫美国林嘉琪、赖蓉蓉1997年结婚迄阵甲即嘛差不多这李丽文、赖玲玲1998年结婚这周志哲、杨淑荣1998年结婚陈嘉宏、严世颖嘛是1998年结婚真歹势，18对的相无拢找着总是真侪教会内底真侪婚礼，都有真侪真快乐的故事总是迄阵教会有流传一句话毋知大家有印象无讲若是互张牧师证婚拢会生查某的我去看一下，其实统计起来是无影啦。毋过较接来教会有咱差不多97、98大概连续生了7、8个女的所以咱主日咧圣诞节表演的时阵，有13
拢是天使，无牧羊人哦。迄是总是咱有真侪新人真侪新细囝来出世吼，伫教会是真大的祝福。总是因为牧师伫这家庭的关系吼，98年年底就离开咱门吼，转去美国。即摆嘛是想讲这后摆嘛是久久联络一摆吼。中间牧师嘛几啊摆转来吼，张牧师这个人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吼。毋管伊甲你几年无见面吼，咱若一见面就是跟老朋友一样吼，完全没有分开的老朋友。所以迄阵人就招讲，张牧师转来，我来招食饭吼，即招就规大阵吼。这是迄阵毋知是2002年的时阵吼，招食饭就真侪人来。1998年我甲牧师3个囡仔吼，伫咱古拜堂的门口合照吼，我想讲几十年以后可能会当佫翕一摆吼，即马拢足大汉啊吼。过来几年吼，咱教会嘛经过建堂牧师无伫个时间，甲咱的会友常常联络，常常互相纪念。亲像咱拄则所听到牧师所行过每一段的故事吼，充满上帝的恩典，用疼心。甲伊所牧养的教会，真有真好的交陪，嘛是对心内大家拢真敬听伊。过来牧师甲咱的分开就较久的时间吼，差不多有20年吼。咱将以下的时间交互范正院长啦吼，来分享伫加州二伦教会服侍的经验。最近尔湾教会真出名，尔湾真出名啦吼。李秀燕伊是住豪宅区，无咱有迄个较平民区的啦吼。阮是住咧较平民区，欢迎来尔湾的来迄个。你若伫遐自残，互我知影一个安尼。兄弟姊妹平安。介绍21年，因为真正牧师伫即个尔湾教会21年啦，所以我爱用足长的时间来讲。不过敢若2个 conclusion， 2点尔啦吼。结论2点，牧师讲会使5分钟到7分钟啦，吼，所以，我先介绍这个教会好啦，吼，这个教会拢是平均年龄吼是差不多75岁啦，40-50岁的人吼，伫咱教会内底是国宝级啦，然后50-60岁吼，迄是小屁孩啦。所以咱平均至就75岁，80-90岁就真侪啦。内底成员啊，教授博士、硕士一大堆啦，一大堆啦，迄阵有退休的牧师，曾经达到有8个啦。医生嘛一大堆，药剂师也一大堆，教授佫较侪，啥物教授拢有啦，一大堆啦，所以这个内底山头很多大家拢什么议长的也有啦，做店主也有啦，餐馆的老板也有啦，做头的啦，咱坐咧嘛就 IBM 高管嘛伫遮，嘛是有啦所以拢是都可以独当一面，藏龙卧虎之地。伫这个所在你想看觅，伫遐做牧师像这些小屁孩，敢好做？无简单啦伫即个教会 ITPC 牧师拢3年爱灌散，要拣选一遍，3年一遍，来投票就是干算，3年一遍。你看21年都有7遍呢，至少爱75%以上啦，才会使通过。我听讲吼，迄阵我是无做，有一年我无做同工啦吼，所以我毋知。不过听讲，迄阵吼，迄降算吼，讲92%啦，92%牧师讲无要做啊啦。我听讲啦吼，因为迄阵因为普通人是无宣布啦，降算的结果无宣布啦吼。我是听讲。92%讲牧师佫要走，大家行到要死吼，一定甲挽留啦吼。咱想看觅，耶稣基督12个学生嘛，一个背叛伊的，也嘛是92%呢，差不多92%。所以是讲
免烦恼。我看耶稣基督是要安慰牧师，安慰这个牧师吼。你若有人吼，75%都袂歹啊啦。啊，你上好的老师嘛，有92%尔嘛吼。所以到尾讲，请叫伊阁留落来安尼啦，甲继续做啦。所以讲，伫即个牧师内底，伫遮内底，即个教会20教会要牧会是诚无简单。咱知影即个，我今仔是上节要讲即个，就是即个伫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内底，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 ，long suffering。第一点，这爱的真谛有16点啦。第一点是 long suffering， 恒久忍耐。你等下背啦吼，爱念新约圣经吼，你拢袂念嘛无要紧，干那即个爱的真谛这16点你爱念出来吼，这上重要，因为你好歹时阵你拄到即个你念落，你的生活就变过足好，啥物困难都无去吼。所以即剩咱拢免念即个爱记的吼。第一 long suffering， 第二个15点嘛是凡事忍耐。所以牧师内底就是有疼，有上帝疼，上帝就是疼，上帝伫伊心内，伊有上帝疼。所以伫这教会，不管是啥物人，遐侪人无好做，不过呢，伊会忍耐，忍在21年，遐无简单啦。表示讲伊有上帝疼伫遐内底，内底疼中还阁真济，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然后爱是永不止息，所以这上帝听是伫遮。中央佫几啊点，有16点，你等去背啦吼，我就免讲，时间无济。所以这第一点，我看到牧师这个伊的信用，伊的仰望，伊的忍耐，伊为人不轻易发怒，等等，这个，所以我知影，伊是上帝派伫这个。二分教会，伊是上帝这是个忠实而且良善的仆人，忠心良善的仆人。这第一点的 conclusion， 我看伊是安尼，因为遐伊所做的代志，甲这个真爱内底非常符合，所以我是真有福气，会拄到这种牧师。我信主嘛，差不多40-50年啊，经过也足济牧师啦，我伫真济教会过啊。不过我真敬佩一个，伊是尽心尽力为上帝来做工，真感动。而且遐困难的教会内底，伊会使做甲遐好势。大家讲，伊转来遮意思讲吼。欠你们南门教会的债，使甲转来，无咱有要无去转来。Conclusion 1，OK， 这讲2分钟尔款吼，也有来 Conclusion 第2点，对我印象真深的，就是这个发生伫这个枪击案伫这个二分教会内底。迄枪击案迄阵吼，因为牧师对这个南门教会转去，1年咱大概欢迎他转来吼，而且有一个COVID 了，第一摆可能是聚餐伫遮。这教会比这较长啦，较大。啊，摆桌啊，大圆桌，可能13桌到14桌伫遐啦，安尼摆。1、2、3、4安尼，5、6、7、8，3摆安尼。啊，迄个牧师可能坐伫这边的第一桌。啊，遐歹人坐伫迄边咧中间桌迄款嘛，迄边。啊，这砰一声，我嘛毋知是啥物代志，个砰安尼啦。啊，有一个医生，因为伊捌练过即个武术，所以伊是要制止伊。走去头前砰无去。啊，我较知影讲，是即种个代志哦。啊，我看到牧师安啦。咱那牧师，伫遮坐伫遮，伊摕一个铁皮的椅子，安尼举起来，举起来，毋是走，慢慢的举，啊伊脸上发光，
我徛起咧看啦，迄阵无翕相，大家拢秘下行到要死啦吼。啊，我是讲看是啥物代志，我就看到牧师安尼呀，也贴鼻依着安尼去，满脸正义，像大能的勇士。我知影伊要为羊舍命。我看伊的气势磅礴，伊的气势足厉害。敢若摩西对山顶都来共款啦，气势很大。啊，迄歹人吼，我看到这个气势吼，手软，要累落，要搁下称子的时阵，也下袂好势啦。啊，骹软，可能骹也软着倒退咧。啊，我无看到牧师吼，牧师安尼压去。我无看到伊含伊，因为我伫要看时，我一徛，因为我看到牧师安尼就讲呀，啊比啊阮某可能夹无要做寡妇，伊直甲洗表一直叫我哭落来，夹我死，叫我哭落来，啊我也是也有听某啦，毋是，迄阵也毋知影惊死，我就无说。不过迄拄我讲的是我亲眼看到，我无亲眼看到讲伊也甲喊，到尾我听人讲。看落，啊，手甲绑好，这拢三个兄弟，就随甲伊绑好者。啊，牧师娘讲摕迄个电线，甲伊个骹也绑掉啦。啊，穿日头衫，啊，牧师娘也甲穿摕走。我是听讲啊，其实我毋是亲眼看到，我亲眼看到是牧师安尼。哎，我迄阵我想着讲，哇，伊就是。诗篇23篇讲，我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对，你的怪，保护我，安慰我。我看到遐就是牧师就是安尼，敢若大笔共款，烟油滚，大家行到秘甲东啊，伊也行安尼个。我到尾想讲，伊那遐好大，我知影上帝伫迄内底，信心吹白伊徛起来。伊安尼，若是我吼假死，我一定也提皮吼，你要安怎？我甲提皮，伊这一直安尼囥伫胸坎咧，对无？啊，紧走去，啊，伊是安尼去呢，我甲真少落个安尼啦。所以我真感动，这个吼，真感动。哦，所以我是讲，专线牧师是上帝差派来好的牧者，伊要为有舍命。所以我分享这两个conclusion，多谢。ITBC 有一个影片吼，要甲大家分享，因有录一首歌来甲牧师祝福吼，一位尽忠的罗伯，咱请楼上来放映吼。啊，这首歌因昨下早才传互我，啊，生活队专案去拜登去录这条歌啦吼，啊，多谢迄个明恩把它歌词把它打上去吼，来。就按家己的
一位真重的路棒哦，伫遮就咱看到咱的 ITBC 对张牧师的敬听。啊，以下咱请吴中宇长老来代表人门教会致辞，嘛分享张牧师伫即几年中间的一寡事工。张牧师、牧师娘，以及咱海内外咱众兄弟，大家平安。我毋知影讲拄则即个听数啦，因为伫顶个月有甲我讲叫我爱来代表教会来感谢牧师、牧师娘。啊，我想讲是敢若我一个讲尔。今仔日我看哇，遐大堆，所以我无准备PowerPoint。但是拄则咱大家拢所知影，就是讲伫台湾长老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内底，可能敢若南门教会张牧师夫妇会拍破即个记录，可能。将来也无人会拍破，但是大家听起来可能会感觉足奇怪，就是讲啊，一个牧师他会三入三出，这是牧师去互踢出去还是安怎？我看可能咱教会的人知影，但是咱海外的咱的兄弟姊妹可能毋知影无得讲。事实上，张牧师伊来三入三出的中间，我第二摆、第三摆有甲伊做伙，而且礼拜，但第一摆我无清楚。不过我所知影就是。迄阵啊，吴茂生牧师就是咱南门第一任的牧师，伫1988年的时，有对台南龙田教会，龙田较早叫做番仔田，番仔田教会，阮老母就番仔田教会出来，少年都伫遐咧思琴啦，所以这我今仔拢总毋捌，真歹势。伫番仔田2年，因为张牧师伫台湾新学院的是读册牧会学，就是吴茂生牧师教的。啊，所以今仔日不管是迄个柯牧师也好，还是讲张牧师也好，即拢真优秀。啊，吴牧师甲我讲，因为2年伫乡村型的教会牧会过，安尼会使又转个都市型的教会，互伊经验看卖。因为吴牧师伫台湾新学院毕业的时，嘛是去宜兰头城，所以伫遐了，当来到台北南门教会，前后有38年。啊，所以伊真问讲。那假使1995年，吴牧师家己本身若假使退休的时，是毋是就会当张牧师来接？哦，当时有做这个拍算。迄阵啊，张牧师来的时，拄则咱也有咱的真济的这个分享。伊1988年9月来到南门教会，来了后的时，伫11月20伫遮封牧，封牧了，就是第一任的教育牧师。因为迄当阵啊。有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咱的会友有增加，第二就是业务有增加，第三就是要甲即个吴牧师即个继承的人，让先来遮拖一段时间。啊，像咱牧师就任3年啦，这无拍算。1990年的时，张牧师的老爸就是张成忠牧师，伫和美教会1988年6月退休，退休了，佫伫即个。挂菜机会，1990年2月也退休啊。退休了，牧师娘就搬去美国。啊，所以当阵伫美国，张牧师的爸爸妈妈啊，甲伊的姐姐拢伫遐。所以当阵啊，张秀庄牧师就讲：啊，无安尼，咱拢大做伙，拢啊怎啊？甲伊讲：啊，无咱搬来美国。啊，所以第一任的即个教育牧师，伊到任了后的时，就无搁继续。迄当阵啊是袂输像阿伯啊汉会顺从啦。就听因爸爸妈妈话，就转去美国。啊，转去了后就接就是拄在迄个万关的教会，伫遐有4年2个月。啊了，到1995年的时年底，吴牧师要退休啊。啊，所以迄当阵啊，咱南门教会聘牧小组就搁甲要请转来。啊，爱就真正转来，1995年的年底转来。转来的时，结果迄当阵啊，牧师娘腹肚内底有一个第三日要生啊。啊，所以牧师家一个转来尔。迄阵我就有甲伊接触，我就知影。啊，家一个转来了，第2年96年的时，大汉后生甲第2个转来台湾读啊。大汉的入去读国校小学3年的，第2个入去读1年的。啊，入去害啊，话听无，字看无，袂晓写，足痛苦。所以96年的时，迄阵伫美国的迄个牧师嘛，就是张牧师的妈妈讲啊，无安尼啦，即2个囡仔转来美国，我来顾啦。啊，你佫继续大啊无花。佮转去来看，毋是办法啦。所以有一摆，啊，毋是牧师咧探访我去我的厝诶，二点零，伊袂咧甲我讲，
伊想讲，哦，这毋通阁继续，无一个家庭婚安尼吼，对囡仔也好，也是对牧会也好，拢无帮衬，也无法度去利益人，啊，所以伊就甲9半年就转去美国，转去了后是就走去澳门教会，伫遐21年。啊，伫6年前，阮伫遮有牧会14年的四牧师，已经戒令，咱的根据咱的法规，伊必须爱退休。啊，所以阵啊，阮伫小会内底，大家就讨论讲啊，当要安怎？所以有成立一个这聘牧小组。迄阵啊是罗洪树罗长老做头，啊伊推荐讲啊，无咱阁甲张牧师请倒来。所以张牧师即3摆入摆南门教会，啊，阁有3摆要退休，逐摆拢是有翻送啊，也有快乐的这个离开，快乐的自责，并无有人冤家相拍赶出，毋是这个代志。所以我也真欢喜。2019年，张牧师有答应，啊答应了的是，就讲要转来啊，啊要转来就2020年的7月16，迄时候拄啊，大家拢咧挂马斯克呢，全世界去中国的武汉肺炎，拖甲安尼，美国死所侪人，日本也死所侪人，甲在台湾迄阵啊有SARS的这个经验，所以台湾用足严的规格，所以全世界大家惊甲是台湾啊个。当时啊，我去坐高铁，入去向赶出来，伊讲你无挂即个马斯克，我袂记啊。啊，所以7月16，牧师娘转来时，爱去互过两礼拜呢，住伫福德路内底2礼拜，甲8月初一出来。所以8月初一开始，阮阵啊甲伊聘的是2020年的8月初一，理论上是4年啦，一任4年，伫旧年的7月31就到任啊。啊！但是迄当阵啊，到任了时，阮聘牧小组还袂聘着牧师，还袂聘定着进前，啊无牧师当要安怎？所以小会阁拜托着牧师是毋是留落来，到咱教会法规规定的70岁，满70岁。所以满70岁拄啊今年2025年，所以大家当算70年前拄啊1955年，1955年张牧师是伫宜兰，因爸爸伫宜兰遐。伫遐咧牧会，2个月了，就走去彰化和美。我会记得彰化和美那像是迄个牧师妈的故乡，所以伊的爸爸伫遐牧会33年。以前细汉就看到伊的爸爸、伊的妈妈，长老会的牧师娘安怎咧牧会，安怎咧巡会友，安怎咧查经，安怎咧祈祷会。所以，这个逆如木染啦。耳濡目染，台湾有两发音呢，逆如木染，逐项都拢做清楚。所以伊来到阮这个教会的时阵，哇！这所有的伫长老会内底，阮所有的人，大家感觉马上就能接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因为过去都有这个造就啊，所以阮一般所有的教会拢做真顺利。所以就像咱伫这个使徒行传6章40讲的，阮要专务祈祷。传道、牧师娘咧，一直咧做这个工作。做这个工作了的时，因所传的上帝的真理，啊，佮无私的这个奉献、付出，用听来牧养南门教会。所以牧师伫阮教会来讲是一个良牧。我看毋是敢若含过去伊所服侍过的教会，拢是良牧。伫咱的信徒来讲是一个良师，对咱每一个人来讲，伊是一个良友、好的朋友。所以，伫伊到台湾，转来到台湾了的是，伊所做的马上就接过啦。啊，接过无当紧。阮伫2021年的5月拄到一个足严重的代志，就是全台湾的教会拢袂使实体的聚会哦。迄当阵啊，因为拄啊2021年，我记甲做成，我伫咧做公务人员，迄拍卖市场内底人菜送入去，伫遐咧，迄自接啦，自接了是拖足紧的，拖足紧了就开始有足严、搁愈严的这个规定。所以教会内底敢会当有司会，啊，搁到主礼，啊，搁司琴，啊，搁一个在录音，咱做迄个网络的礼拜。迄个真长的时间，啊，有足济的教会因为无法度实体礼拜，网络的礼拜了的时，教会恢复正常的时，教会怎啊拍咧？无人啊。但是伫张牧师、牧师娘因2个人。诶，帮忙甲牧养之下，咱的教会悠远佮继续在成长。所以第一点必须爱趁即个机会，甲咱各位的咱的会友
代表咱会友甲张牧师、牧师娘肯定，啊，佮甲因感谢，这非常无简单。所以，这个以外，另外就是伫咱2022年，拄则咱长老、咱范长老有讲，伊就转去澳门，是发生迄个代志。迄个代志，阮大家嘛是真惊吓咧，规个台湾安尼报纸大家拢总看到。所以迄当阵，咱国安局啊，甲我联络讲，啊，牧师要转来，这是毋是爱迄特别爱有迄个安全人员甲伊保护？啊，当然这拢有啦，拢安排，牧师家己毋知影尔。所以即摆是因为惊讲毋拄知，迄个统促党，台湾的统促党，佮去甲伊对伊有伤害，所以到尾怎啊拢来，我看咱楼骹迄个警察拢爱签名，就对迄阵啊开始啦。尾我甲因讲毋免啦，迄个国安局就开始有那变做，哦，讲这个是爱保护，无物件毋对人对伊。这个咱真毋茫讲，咱教会是咧讨棒听，咱咧宣扬听的一个所在。啊，对这个冤仇啊来杀人等等这个行为，咱只要替因祈祷，啊来甲因感化，互咱台湾会当佫成做一个独立而且非常有疼心的这个国家。所以牧师伫2024年，伊甲这个郑达志医师两个人，互这个卡内基的英雄基金会甲因表扬啦，就是因为这件代志。拄则咱范长老所讲的，这是第2点，这是2020年的代志。2023年，咱南门教会70周年的时，牧师伊就规划迄个真侪项的这个庆祝活动。所以咱迄年，咱也有出咱的专刊，啊，咱也有办音乐会，也有灵修会，啊，佮咱规个教会的整修，拢足顺利来完成。这是2023年。啊，另外2024年的时阵，就是旧年咱也伫遐办即个少年郑达志医师的音乐会。啊，当然旧年咱11月，咱已经也有新的牧师，咱也伫遐监选通过。啊，所以真感谢牧师有缘佮甲咱同意，甲今仔日因为伊2月14出世，所以2月14出世啊，拄啊好伫即礼拜拜5，所以今仔算最后一个礼拜。啊，所以真感谢咱大家兄弟，咱大家伫遐共同来见证。今仔日是台湾长老教会一个会值得纪念的一个历史的纪念的日子，因为无人三入三出的教会，啊，咱伫遮共同来欢送，这个张牧师用真快乐、真欢喜的心。当然，这个牧师的工作有退休之日，咱四牧师嘛是退休啊，70岁退休。但我家己我的感觉就是70岁上少年。我去年我公务人员40年退休，叫65岁就退啊，身体作用，脑筋作清楚。我相信到75都还无问题，所以凡是咱以后咱的教会法规会当到75岁也无得卡。但是真毋茫讲，是毋是咱张牧师有缘会当像四牧师共款，虽然已经算退休，但是要祝福人，要替人祈祷。要引带人，要传道理，这就无退休啊！所以会当继续，佮教阮所有，不管是海内外，咱的兄弟姊妹，会当伫灵性的成长也好，还是每一日这个互相的请安也好，拢会当佮继续，大家互相关怀。当然，有缘要祝福牧师牧师娘，因伫退休了后的时，身体会愈来愈健康。啊，因所做的，即摆是经验上丰富的时，会当佮发挥搁较济，搁较自由，毋是干那针对咱南门教会尔，全世界普天下会当搁继续去传道理。啊，当然咱也真毋茫讲，上帝互因身体会当健康，会当互因平安喜乐，互因家族不管伫澳洲的，还是美国的，还是台湾的，大家拢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搁带领。今仔日咱伫遮会当享受到牧师牧师娘遮尔济。对咱伫人生的过程当中，甲咱来帮衬。其实我感觉因大伯、因阿伯啊，张宏昌牧师是上大的关键。张宏昌牧师因为伊信主，啊，张牧师是第2代，所以伊的爸爸也去读神学院，啊，甲伊的阿叔张清基牧师，所以因爸爸的3个兄弟啊，拢总做牧师，影响到因这代，影响到咱在座咱遮的兄弟。所以，我也真毋茫讲，咱遮个人受到因影响了，是咱有缘会当甲即个精神、甲上帝、甲基督会疼，啊，甲对即个和平，咱
爱去建立和平，依护和平，佮互人甲人中间的和会当来得救。这我看，咱因会当透过因这个家族，互咱每一个人得救了后，咱会当甲这个疼心，会当甲全世界，甲所有咱的亲戚朋友，也是咱的这同事，拢会当继续来分享。那最后也祝牧师牧师娘因以后的这个路途平坦，得到上帝的引带，啊，佫会当互因会当像咱做遮尔济过去恁帮助过的人，恁也当甲大家共款有好的健康。脑筋也足清楚，也有足自由的这个行动，啊，互恁所行所做的会当继续，无因为今仔日退休了就全结束，退休当是开始尔。所以真感谢大家，咱做伙伫遮见证，今年是2025年的2月初9，这个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特地纪念的一日，感谢各位，多谢。这是迄阵牧师第3任转来的时阵吼，咱有一寡相片吼，啊，真感谢欧长老的致谢词吼，咱教会有准备一个礼物吼，啊礼金甲献花吼，啊下一张吼，我想咱有准备一个那个纪念的牌吼，要送给牧师吼，我小念一下顶管吼，上面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张宣信牧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啊，下骹有3句话，拄则欧长老有讲过吼，教会的良牧，信徒的良师，我们的良友。哦，感谢你用神的真理无私的付出，爱心与热情牧养南门教会。啊，下面是3个任期吼，1988到1991，好。啊，1996到1998哈，啊，2000年到2005哈，啊，咱请欧长老来颁发这奖。我讲这个变互我牧师娘爱红包才有偌好啦。伊是陈佩琪啦吼。啊，咱嘛安排2个花束吼，要送给牧师娘。啊，请惠瑜执事甲一心执事2位。啊，连咱请咱名誉长老甲小会员吼，咱做伙来甲牧师翕相握手。请准备。好，咱请咱名誉长甲小会员咱来头前吼，咱甲牧师做伙来甲牧师感谢。啊，请一起哈拢起来吼。我们先一起照相吼，啊，甲这个一起的太太吼。谁要照讲一下？现在谁在照？照的人讲。
上啊，头上。咱有准备吼3个手拿牌吼，你若是形成讲，这小会书记咱颁奖给牧师吼，咱嘛有吼。啊，你看要摕1支、2支、3支吼，拢会使。啊，摕3支你就是学长咯。这个等一下，咱会后不照相吼，啊，咱食饭的时阵吼，咱较有充足的时间会当翕相哦。那个都不讲感言的了哈，我就写在那一个下台鞠躬那一个那个文章，在咱周报内底了哈。因为我们办公室主任那个黄思涵，他很了解我，讲我说你袂使流目屎哦，不能哭哦哈。所以为了我就不讲了啊，谢谢大家，真的一切都在不言中啊。这个很感谢大家今天拨空，而且大家做这么久哈。看了刷掉哈，可怜我的我们家人，我就送大家楼下我有写书哈，就一个家庭先拿一本这4年半以来的一寡感想跟大家分享哈那个可能私下被照相可能会拖时间了哈，所以可能我们就先送书如果要先走的，那教会有准备那个餐食，就先拿我很盼望说你可以留下来，如果你不急的话，咱叫时间堂翕相啦吼叫时间堂讲话，所以你若不急的话，请你尽量留在地下室5楼也有哈，我们一起用饭，然后有机会跟大家一起照相哈就拜托咱大家吼。几项代志报告吼，咱下面有爱餐吼，伫楼骹甲5楼，咱请基石团去以下吼，主日学、少气、亲戚、小基石去5楼，其他咱的会友来是人客，咱会定地下室吼。咱今仔的餐盒是，咱今仔是用餐盒是这低化这联合发油饭吼。虽然牧师证婚拢生查某的吼，毋过咱油饭是有鸡腿吼。连面咱伫楼骹牧师会送册互咱。毋过时间的关系，可能都无特别做伙翕相吼。毋过咱连面会翕一个大合照，所以咱小等吼大合照的时阵，请咱对顶悬翕落来。所以咱两边的朋友楼顶会当徛起来，咱对讲台翕落去吼，大家留下一个纪念吼。以上报告吼。是现在先照还是祝祷完用？祝祷之前。你刚才谈化工有没有镜头？有没有可以？还是这样没有办法？我想要拜托咱大家需要移动一下，特别是左边这一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我们就到前面来？我们要撤离，为家照翕一张，好，总雄咱要翕一张尔哈。拜托咱大家尽量往中间靠，旁边的人请来还有前面这里，他笑脸的拜托来头前，我们蹲的哈，笑脸的呀，富豪，头错。笑脸的来是的，我们就尽量往中间我们做一张，后壁当徛起来，尽量中间的会当到中间，大家拢遐翕会着安尼吼。
的，就发可以写哈。会使，吼，咱尽量到中间这边来吼。好，这位好，下面照着讲一下哦。好，大家唔知准备好啊未吼？爱不爱？好，谢谢。好，可以。啊，现在咱要搁唱一个最后的歌啊，然后咱再做倒，好不好？嘿嘿。好，好，请稍待一下哈，我们一起来做结束哈。咱做伙吟上扬，上扬了，再来请牧师做倒。上扬461首，愿主保护咱，后会有期。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迄个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恩典煞接恩典，圣神的相通同在引带医治，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
咱爱餐吼，基招以下的咱到5楼，啊，其他伫地下室吼。